今仔日伫咧厝内上班，所以嘛是诚好。进前有顶摆疫情也悬的时，迄时阵毋是分组，是每一组问讲恁有人要伫咧厝上班无？毋过迄时我着惊讲伫咧厝，我着开始我着开始安尼无好法拍拼，无好法振作。我着讲我来公司上班就好啊。迄时就是甲隔壁同事无法度一直讲话，伊是伫咧厝上班。迄时是讲安尼伫咧办公室想要找人讲一个话，拢无嘿。这摆是讲分组拢分好啊，我着按规定嘛安尼其实嘛袂歹哦。即摆着开始讲对家己较有自信，袂讲无代志做着开始惊吓。我想这就是咱心灵甲身体安顿，是爱学习的。就是爱相信家己，上重要嘛是爱转来面对家己。以早咱拢是讲，伫咧公司有足侪任务，伫咧家庭是足重要的头人，为家庭付出，做足侪代志，咱较会感觉家己有存在感觉。毋过咧，拢无问过家己，嘛无找过家己，变做以早的咱家己是社会上有一个定义社会上讲咱爱生做安怎的形，咱着尽量符合。若讲无法度，想讲爱娶某生囝，爱有房有车，若咱做袂到，毋是迄标准的形，咱就会开始讲话足咸。讲别人有八句啦，别人有啥物有有条件啦，有先天上的条件，有诶无，这拢是咱心内一种失望，对应该爱符合标准，毋过咱无对着阵的一个惶恐，一个惊吓，一个失落、失望。毋过咧，即摆我着爱开始学讲爱安怎面对家己。咱这生活中、人生当中，其实拢会面对足侪代志。咱看无别人，藏伫心肝内底的艰苦，拢看到好的所在，看到咱家己无够的所在，无够野的所在，咱会叫别人拢过甲比咱搁较好。尾仔嘛是爱面对家己，亲像讲，伫咧公司，咱就会想讲爱做上重要的任务，做上重要，公司无法度欠缺迄个人，咱的地位较有保障。这就若亲像讲，伫咧有皇帝年代，伊有足侪封号，足侪妃子，逐个拢想讲，若讲我生偌济，也无就是我的背景，我会当升做啥物封号、贵妃等等，拢是因为讲，咱即摆伫咧公司嘛是像迄个时阵的思想啊，都毋知影讲家己应该是爱安怎做家己，找无家己，
变做讲，咱着爱想第一公司以早迄个皇后、迄个皇帝某，拢想讲爱生皇子，来请仰皇子，互伊有地位。即马咱伫公司就想讲，爱紧好好啊做一项任务，而且这任务是公司上重要的任务，上红上请领的任务，是连董事长拢会问到的任务。安尼，家己较会有法度伫董事长面头前较，互伊有一个印象。这就若亲像讲，想要伫皇帝面头前，互皇帝有印象，啊无人遐济人，济人，皇帝哪会知影你是啥物人？咱即个思想其实拢是有淡薄仔像，这拢是爱去解决。咱会使去笑古早人，毋过毋知影家己其实想讲家己安尼做是理所当然。因为即马电视、电影，身躯边的人，安怎讲拢是讲公司家己是毋是上重要的人，是毋是有著电视看着，电视对家己的印象好，这甲这古早皇帝某逐工咧想讲，哪会皇帝某看着我遐水，我安怎，毋是共款的意思。毋过即摆咱有一个包装嘛，看别人拢安尼，朋友嘛安尼，就袂想讲，嘛毋免安尼啦，就无法度有即种想法。即摆就是讲，就开始我的功课作业，就开始爱转型啦，就是爱开始去看家己，嘛知影讲有即寡代志是别人的想法，我无一定爱拢接受。这就是爱培养家己的自信，内在的自信。若讲家己无培养对家己的价值的犹豫的时阵，别人讲啥，拢会影响家己。别人可能凊彩讲一句话，对我来讲就是我即世人就乌有去啊。这若亲像讲，有人看着网络，网络迄叫酸民咸民，讲话足咸的，嘛凊彩讲嘛，成本足低，变做讲有的人真正会看着遐济人讲，这网友讲的就走去自杀，这是真正有可能发生的代志。这就是因为讲，别人讲一句话对家己的影响足大，会互家己犹豫家己。毋过若讲家己对家己的信心，对家己无遐犹豫的时阵，这个时阵别人讲啥，就变做参考尔。就若亲像讲，我拄开始学台语的时，就真正讲无自信。别人若一讲请讲中文，就掠讲。因为讲伊讲这话意思，应该是讲我讲台语讲甲无好，无下输，讲甲无迄开口。有人嘛较白，就直接讲，你讲话有一个腔，你倒位人？你是毋是客人？有诶无诶。毋过呢，若家己开始有
即个信心。这信心吼，毋是讲对台语讲偌好的信心，是对家己价值的信心。我就认为讲，我即马敢讲台语，想要学台语，即件代志是最有价值的。我开始行动，开始有一寡具体的行为。即件代志，无论讲台语讲甲好毋好，有靠台语伫会趁食无？有学台语有效无效？有效率无效率？是足够短时间就学起来，抑是讲学诚久，嘛是替互人问东问西。这拢甲我做即件代志，甲我即个人的价值是无牵连的。我的价值就是我有即种决心，我有即种心，其实就是足难得的。足侪人会想讲，我甘愿去学英文、日文，这有效呢？即马无效，未来嘛用会着。因为大家拢伫咧学，而且会对工课找工课有帮助，抑是讲对一寡日本的物件美国的文化嘛足新鲜的等等抑是讲这日文抑是英文，伫朋友面头前是足嚣摆的毋过亲像我安尼，其实会去学台语，这拢而且有决心，即种价值有可能是超过讲我台语讲甲偌好咧。这其实愈看愈是安尼，亲像我大学的同学，伊是台语讲诚好的人毋过咧，伊就对讲台语即件代志是看袂起的。若讲伊伫咧买物件，看到边仔有阿伯讲你爱讲台语，也无我听无伊拢足想要教训迄个阿伯就是讲能力好的人讲台语讲较好的人，无的确是对台语有体谅的人，无的确是爱台语的人。就是安尼就是咱以前的想法拢是讲台语讲较好的人就安怎安怎足新鲜的。毋过伊嘛有可能是对台语做想讲这嘛无啥这无水准的物件，有可能伊是安尼想的。就是讲，互我会当思考诚侪代志。若思考诚侪代志，都白讲有一种足固执的心情心情讲这人无讲台语安怎，无就是我讲台语讲无好会安怎，无就是对方听我讲台语的反应无好安怎，就较袂用即种想法去想有诶无诶。搁来搁有一件代志，就是你爱找着一群人爱找着诶人。这话要安怎讲呢？进前我若伫写查甫甲查甫的谈恋爱的小说BL 迄个族群，因其实拢是足少年的搁伫咧读册囡仔囡仔姊较济就变做讲我若讲啥，其实因是听无的我嘛会讲这是中国的用法即个词是中国较会安尼用伊嘛想讲无差，对因来讲这是毋是中国的哪有差，嘛想讲你伫咧找麻烦。尾我就去一个群组，是
会讲另外会女伴有伫外口有查甫抑是查甫，较济是会报因的翁外口有查某的，即种较济。毋过嘛有一寡是翁有一个婚姻的问题。毋过伫内底，我发现讲有着凊彩讲的讲身心灵就是迄时我听赛斯迄个靠天性的伊的演讲安尼去收来一寡知识就伫即个赖的群组社团，应该是讲社团就安尼有一寡想法，就安尼讲伊拢听甲足真少的佫甲我 feedback。就若亲像讲，我今仔日要讲，想要台语的资讯，就是爱去台语的社团，安尼较看有较听有。我若讲想要伫必要的群组去讲一寡较深的代志，实际上人会想讲你这人都无意思啊。因想要知影的，就是一种对性、对爱这少年仔的探索就变讲你去讲这有诶无诶，因是无爱听的，就变做讲我甲我诚好诶小说诚好诶物件，放伫一个无法度正常看无诶一群人内底，安尼因就看这小说仔本数，我就伫遐足伤心的。这若亲像讲一个做好诶人，毋过伊就定定伫啥物贼仔埔啊、流氓啊，做细只诶流氓，做细汉诶流氓啊，做细骹做细骹流氓诶骹潲拢找即种对象做伊诶对象，做伊诶朋友。伊做好内底足侪内在，毋过伊找毋着人就一直无法度拄着伊想要爱的感情，阁有爱，就共款的意思。我即摆嘛开始知影，讲毋是你的物件无好，毋是讲你着等袂着别人欣赏。阮若我的物件较就是我物件是诚好的物件，毋免凊彩摕出来等伫路边，安尼无人去捡，家己阁伤心。就是诚好的物件有人若摕着啥物足厉害的文物因若有啥物台湾历史啦，啥物平埔族有人若有一个有甲平埔族有关系的即个文献，足珍贵的。毋过伊摕去粪扫市场逐个拢想讲这是啥物，拢无人要看，伊就足伤心的，讲平埔族无人想要了解。实际上伊是行毋着路啊请鬼摕药单伊伫粪扫市场，当然伫遐行搭的人是较无兴趣的。我嘛有可能嘛是有犯即种错误啊，就是就开始较有自信，讲因若毋捌，我就毋免硬去推销甲家己好的物件去推销别人，别人若讲无兴趣，家己阁受伤阁着伤拢定定耍即个游戏其实是毋免安尼。即摆伫厝上班，就开始变甲较有自信，就
袂惊讲别人会安怎想别人会同事会讲这人无存在感觉，有诶无诶，主管会安怎甲我想，拢较袂去想这啊。即几工是旧历年嘛，旧历年其实嘛无做啥，毋过较好诶一件代志，就是甲翁无冤家。我会记伫顶摆煮第一剂疫苗迄时就是较有反应，对这疫苗对这有辐射反应较有，就变做讲请诚济工的假期伫厝内。毋过迄时阵拢甲翁会足冤家，想讲翁就逐工因伫开电脑去听 TVBS， 有就讲足烦足神的，就感觉翁足个人怨的。毋过即摆有进步，即摆过年嘛是拢伫厝，拢甲翁斗阵，想要转去后头厝过年，以前拢安尼。毋过就是讲会有这武汉肺炎的疫情嘛是体谅，就讲莫热燥，安尼燥燥的，然后你转去接触这翁厝内的人，因拢袂放心嘛就讲就莫走，就拢住伫平常时住的所在莫徙位，就互大家安心。就想讲，即摆我的心情有调整若讲一开始有去听广播电台，想要紧学一寡台语，嘛有讲去看台语的圣经，嘛是讲去练。拄仔好拜一，我就参加读册会。进前是因为拜一上班的时这是上午伫时就是早起的时就是爱开会，就变讲有一件代志足恐惊家己袂记，就较想，而且拜一就可能会有一寡代志爱无闲，就变做毋敢参加读册会。毋过今仔去参加，感觉足有帮助的，就是拄仔好我这几工伫看台语的圣经，我的白话字有进步一丝仔，变做讲读册会拄仔好嘛是读白话字，读白话字随某我嘛是足侪看报，足侪拢凊彩讲，毋过咧嘛是讲会落去啦就有看圣经看迄几页有进步，我就变做讲这拢是做呛死的，做拄仔好的，就讲做啥物代志其实拢有得到帮助的款拄仔好我伫学白话字，我读册会就用会着，而且这读册会人少少变做家己拢有练习的机会就是伫上班时间若是较就是惊，毋过应该是会当讲去听别人讲就用手机看，用电脑去听安尼。变做讲我这过年几工一开始就是会惊讲爱整理房间，安尼会整理袂完毋过我即摆就变讲我有整理，毋过就是整理一块一块安尼，袂甲以前安尼
做想去讲我足济无法度整理这我要安怎整理？着掠光，着洗身地，无就是做甲足忝的。我即摆就是讲，我会记住，着一块一块安尼豆豆安尼处理，莫去赶紧，甲我的步调囥较慢的。嘛想讲，拄仔好上班是伫厝上班，嘛较有时间伫厝，安尼着较有望讲会当豆豆仔款会当一工款一个所在，就较无迄着急的心情。过来就是煮食，然后以早我上烦恼就是煮食，就变做讲，因为疫情的关系除非去外口买毋过，拄仔好，大家就互咱足济物件，我就紧来煮的。煮的我就放较轻松，嘛是煮袂好势，拢炒火焦。炒火焦就用夹刀，迄煮食迄种夹刀，甲炒火焦的所在夹的，安尼嘛是会当食。过来就是炒菜煮饭就是足简单的。翁嘛是无较袂擦擦念，以早有可能拢会擦擦念，讲伊想要食偌好，毋过伊即摆嘛相处了，伊嘛较想会开，伊就知影讲，伊安尼只是互我面拗面臭。阁有甲翁斗相共，做一寡意思即个函数，有安尼斗做。就毋是讲逐工拢足紧张，讲阁有啥物代志无做。以早拢会安尼，即摆就较会当甲家己相处，甲家己相处甲袂歹，就是对别人就袂遐紧张，袂遐惊吓。甲翁的关系就较拢是较恩恩爱爱，无亲像以早就过一个面墙，足委屈的。就是讲，这原因当然就是想要做甲做好的，毋过家己阁做袂到，想要拍拼的时阵，阁怨叹讲怎会是我？我做无好，这人阁甲我嫌，有一个压力，一直踮伫心肝底。即摆就袂啦。若翁爱讲啥，讲煮这安怎，我心内想讲，就参考就好听的就好伊爱讲就互伊讲，伊讲这话嘛无法度去否认去代表讲我这个人无啥物价值这甲伊讲啥是无关系。爱甲家己好好相处，别人甲家己相处较会快乐，较会自在，无就若亲像讲伊欠我偌济，这互我想着讲，我离职会过往去伊的某我叫李静，李静就是随望伊是做足侪代志，有可能是家族内底付出较济，做代志嘛较认真的人。毋过伫伊身边，若亲像讲，你亏欠，你对伊有啥物亏欠，足无自在。是毋是伫我边仔嘛有即种感觉咧？我着爱避免安尼，莫互人感觉讲你上贤啦，你做上济啦，你过啥物面墙？
无人爱安尼，伊颠倒介意讲，大家较轻松，你嘛莫做遐忝，嘛莫讲做甲100分，毋过就是有一个气隔伫遐。若亲像讲，有时大家有可能讲跳大汗，讲一句两句去嫌嘛，喙去嫌别人是足紧的，迄成本嘛足低。毋过就跳嫌的人伫做，搁跳人嫌，就有一个气会积伫遐，结果就会开始讲，大家就会看讲，这气氛不对啊，就是你着颠倒想讲我着食较凊彩咧，黑白食。毋过我跋喺地这气氛，若亲像讲欠别人几百万，家己明明啥物代志嘛无做，毋过因为对方付出较济，伊会有大家煮菜啊，煮甲烧烫烫，家己可能嘛无啥物斗相共，就有一种做毋着代志。其实人拢无介意有即种伫别人的身躯边有一种我做毋着代志的即种感觉。你着会希望讲我嘛无稀罕啊，你着莫怎大家去外口食嘛会当解决。毋过有即种足严肃的气氛，改成阮做毋着代志，这拢是大家跋的感觉。我即摆嘛伫调整，像讲这放假的期间啊，阮翁都伊就做爱中国的，伊讲伊毋是跳统战，伊讲统战，伊讲无，伊分甲足清楚的，伊只是欣赏中国人写的网络的小说，伊只是介意看中国人唱歌，有诶无诶，就变做讲前几工是我看啥物俄罗斯，俄罗斯的即个节目，其实嘛是中国人去翻译的。毋过尾仔就是伊去看中国人的唱歌的节目，会看甲足欢喜的。要收假的尾仔2工，拢是伊伫遐看毋知几点。毋过我就无甲伊管，嘛无讲一定爱安怎。我想讲伊嘛大人大种啊，安尼咱的相处就较自在。变做讲，我有时阵就伫补款这款迄，因为有煮食嘛，物件爱款，我骹手较慢。有时阵就是用耳机听台语的物件，有面臭啦，面臭就是讲，伊叫我做，甲伊斗相共，有开始做，伊叫我讲咱紧来困，我就开始面腔臭臭。我想讲，就要开始做啊，就得有一个灵感啦，搁叫我去困。毋过伊嘛是好意，我嘛有甲伊讲无啦，我就是较袂表达，我就是用即种像狗仔安尼，用安尼共喊，其实是做无胆的狗仔，我就即种心情，有时阵就是迄个面腔嘛，会过一个面腔，其实是爱改啦，毋过就是即摆有进步，甲翁的相处，其实是足长期的相处啊，拢随时拢斗阵啦。毋过就袂讲冤家，袂像以早拄着就开始冤家，我就会伫心内抱怨讲，这翁仔搁安怎甲我限制。即摆就想讲，
有时阵是家己心内问题，是家己心内讲，我一定爱做甲什物标准，啊，家己做袂到，就去怨恨、怨叹，讲迄个你想要做好、做完美，互某一人看，哦，啊，做袂到，就怨叹迄个人，讲哎，伊若无伊，我就毋免讲要求100分。有问题应该就是我想要求100分即件代志，毋是讲是啥物人互我想要做到100分，甲迄个人是无离代。这若亲像讲，这旧顶诗，我就想讲，想要做甲上好，做甲100分，互伊看着。啊，其实有问题爱改，就是为怎样别人就毋免做甲100分，你着爱安尼像讲着交共款。啊，有问题实在毋是即个顶诗啦，是我家己即种心态，毋免怨叹顶诗，嘛拄啊好拄着迄旧顶诗，就是较犹豫、较怀疑别人。我若愈安尼想要啥物拢要拼命做，伊颠倒是讲啥物代志拢不爱互我做，加载。啊，即马就变我有一寡时间空间，我会当好好去思考，啊无若讲逐工遐无闲，其实我嘛无法度去有即个机会去想看觅，去感受。若讲亲像讲翁仔伊伫公司势头足济，我拢爱斗做。若讲我家己的公司嘛有足济压力的话，就变讲会起冲突。两个人拢足无闲，两个人拢足需要对方的体谅，毋过拢变做足困难的。家己遐有压力，搁爱体谅对方，拄啊好就是，我工课上是较减轻迄个压力，我就有较有空间、时间会当学习，为我的为我的心态为我安怎想去学毋是讲啥物学物件拢是爱一寡啥物知识啦，无就是能力啦，啥物技术毋是啥物拢是技术方面的学习，迄较叫做学习。这是咱若读大学的时阵。读的是理论，尾仔咱若出社会去食头路，就开始讲，这理论拢无效啦，应该爱学的是技术，去学讲爱安怎做，爱做甲足实手的，咱就变做误会讲，咱若去改变咱的观念思想，这是无效的，你就是爱做一个。苦苦做，做甲诚好，技术诚好的老师，咱叫是安尼，较对咱未来较有保障，较会讲薪水悬，实际上毋是安尼，其实拢是有无共款的，无共款的好处，咱嘛爱第一观念，为观念开始。落手其实嘛是一件好诶代志，这就若亲像讲学台语即件代志来讲诶话，若一开始诶观念不对若一开始去学诶，就是要安怎去考较悬诶分数，台语认证方面，要安怎应付即个题目。无学着即寡观念，
变做讲咱可能学甲诚好，考试嘛考甲诚好。毋过呢，咱若去甲别人讲台语的时，有可能咱就变做讲无法度包容，有可能嘛，都有一寡问题，都来产生，有可能，就变做讲，有时阵即个观念较是重要的、基本的。若讲你要去学台语要安怎讲啊，要安怎写，这颠倒会当豆豆仔去用时间、用空间，家补起来。毋过呢，若观念毋对的话，你就惊到毋知影行去倒位去啊。就是人生的路上嘛是安尼，咱若观念毋对，就逐工去外国读册，去读上好的科系。毋过这就代表咱的人生就有法度行甲足顺吗？这嘛无的确是安尼。若一个人观念有正确，对人生的观念，就算讲较含慢，就豆豆学啊。人生讲长无长，讲短嘛无短，就豆豆学。亲像我即马就要50岁啊，嘛搁伫学啊。安尼嘛无要紧啊，无人讲学物件，敢若有少年仔、学生囡仔较需要学物件。若有岁啊，就毋免学啊，搁伫学就是伤慢啊。其实这嘛是错误的观念。毋过咱定定就是用一寡错误的观念，折磨家己，互家己受苦。就是即个观念伫作怪。就若亲像励志的故事，伊拢啥物拢无问题啊，有厝伊嘛，伊的囝儿嘛是做有出头毋过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一直卡牢的，伊就无快乐去啊。亲像讲对这拜神啊、拜鬼，就足迷信的。颠倒互家己无快乐，搁甲别人袂合。就是变做若观念知影讲，重要的是要安怎过幸福，毋是讲会拜神拜鬼拜较足正确啦。拢爱听上正确的讲法。若这观念有调整的话，我相信讲，知影讲人生重要的是找幸福的感觉，毋是找讲莫食亏，去找讲上轻俭的生活方式，等等，就是这观念是甲幸福应该是斗阵的啦。其他什物语言啊，搁有这专业的一个工课上的技巧，这豆豆拢学会晓啦。你像讲菜鸟啊，一开始拢看起来足含慢的。其实即摆人学物件哪会含慢啊？拢有法度学啊。时间久啊，你会晓的，菜鸟嘛会晓啊。毋过若爱快乐，就毋是每一人拢有法度。咱看到的是愈来愈侪人有压力，生活上、经济上，搁有讲替人重视迄种压力，是愈来愈侪。就是真正伫心肝内底是平静幸福的，颠倒是愈来愈恶找，拢是惊吓的。讲别人
无欣赏家己，就安尼郁卒的，郁卒的是愈来愈济，计较的嘛愈来愈济。虽讲可能会伫工课上知影要安怎做，是哪来哪熟手，毋过这心肝是愈来愈细块。我想就是用思想去创造我家己的现实，我的物质的世界，会使试看觅，就是安尼。